哦，用电脑程式把它报卡，逐字念呢，念很圣训啊，经文啊，老师的话啊，嗯，十几年了。播放清单很多呢，慢慢看播放清单。也有些破音字会念错了，一个字一个字念啊，音调还算大，音量还算大啊，速度啊，语速啊也算快哦，也可以调慢的。内容很丰富，还有很多资源。按这边分享，右上角3个点怎么按下去？不好按呢，旧的手机不容易按呢。有没有看到分享？然后再选那个电子邮件，或者是选抖音的，不，那也可以，脸书的社团也可以。